4月12號嘅23度天秤滿月，守護星金星係處於旺勢嘅雙魚座，美中不足係愛美神仲係逆行中。不過滿月後40分鐘，金星就停頓落嚟，準備再次順行。容易心軟嘅你要特別注意，喺關係裡面，尤其係親密關係，一廂情願嘅行為未必會帶俾你想要嘅結果。滿月係意味住以前唔明顯嘅事情，而家變得清晰起嚟。白羊，天秤軸線焦點唔單止喺度親密關係，仲係自己同他人嘅關係。天秤滿月帶俾我哋關係上嘅頓悟嘅例子，一喺親密關係入邊，你覺得受盡委屈，喺呢個滿月會發生一啲事情，俾你覺得我受夠啦，唔可以再咁樣繼續落去。二喺親密關係裏面，你覺得受盡委屈，喺呢個滿月發生一啲事，俾你覺得原來對方為自己付出亦唔少，自己嘅委屈其實係俾自己嘅受害者情意結放大。三喺合作關係裏邊，你覺得分工不平衡，喺呢個滿月裏邊發生一啲事情，俾你覺得原來一直睇小對方嘅付出。四喺合作關係裏面，一直係掌權嘅你，喺滿月中發生一啲事情，俾你睇見自己嘅能力唔係自己想象嘅咁大。喺今個滿月，你又睇清楚啲乜嘢呢？